大家好，嚟到 Interview 環節啦。今朝早嘉賓我哋請嚟經濟學家彭藹嬈嘅。早晨啊 ，Iris。早晨啊，香文。好，我哋睇下今朝早9點半啊，即係公布嘅國統局數據，咁 CPI 同埋 PPI 咧，喺內地嘅12月咧 CPI 數字就按年升0.8%，PPI 咧就係按年跌1.9%嘅。其實 CPI 嗰邊咧就已經係連續3個月咧都上翻去正數，即係有增長㗎啦。咁呢個0.8咧就符合市場預期嘅。上游生產物價嘅 PPI 繼續都要跌，但係個跌幅咧比起11月嘅時候咧都收窄咗0.3個百分點。之前當 CPI 係通縮緊嘅時候咧，大家就驚通縮影響啲內需消費，然後就影響經濟啦。咁但係到依家睇係咪呢3個月擺脱咗通縮嘅危機未咧？我哋其實咧，如果你細睇嗰個成分咧，入邊 CPI 嗰個成分咧，其實得一樣嘢係好亮麗嘅啫，升得，其實就係嗰個 others，即係其他嘢。咁其他嘢係咩咧？其實好多大行都做過報告㗎啦。其他嘢就其實係金銀珠寶都喺其他嘢入邊嘅。咁大家都知道金價、銀價係升得比較多啦。咁所以其實呢一部分就係即係助長咗個 CPI。由負嘅同比就變翻去正嘅同比，咁其實可唔可以話咁就脫離通縮咧？其實都未必嘅。你撇除咗呢個之後咧，其實其他嘢都仲係即係都有即係微跌咁樣樣咯。咁所以其實個需求都仲係疲弱嘅。好。至於即係委內瑞拉嗰邊咧，本身可能有一半嘅油都係出口去中國㗎嘛，用啲平價啲嘅咁可以進口到委內瑞拉嘅油，但係依家咧。美國就話中國可以繼續買委內瑞拉嘅油嘅，但係要用市場價啦，即係用一個貴啲嘅價錢啦。呢方面會唔會變相係推高咗內地嘅通脹咧？進口輸入嘅能源個價貴咗喎，咁但係呢一個進口通脹數字，即使未來反應係高咗嘅話，對於個經濟又未必係一個好嘅情況啊。當然啦，咁如果真係發生，就未必係一個好嘅情況啦。咁但係我哋即係唔好忘記，其實有呢一個 input 咧，其實唔係就咁話我用某一間企業進出口咁樣樣嘅。其實佢哋有好多叫做 teapot 茶壺嘅公司，即係一啲即係比較細型啦、艇仔咁樣樣嘅油公司。其實佢哋都可以唔用，因為委內瑞拉入邊咧，其實同大陸對口咧茶壺都比較多嘅。即係茶壺可以走去第二度嘅，咁所以其實亦都未必會係呢一個情況咯。咁同埋我哋要注意一樣嘢咧，嗰個 PPI 嗰個通縮緩減咧，其實有一項目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有個幫助嘅，就係喺有色金屬之內咧，其實係銅嘅幫助係最多。點解銅會係咁突出係向好咧？其實就係喺 under AI 呢一個情況底下咧。其實有好多即係科技要用到嘅設施嘅設備啊、小材料啊，其實入邊都係有好多銅嘅成分嘅。咁我哋而家成個世界投資即係 AI 入邊咁多啦，咁所以銅嘅價格係會一路上升，咁對於個 PPI 係有少少支持。有冇預期個 PPI 可以再改善得多啲咧？啱啱呢個月嘅改善幅度叫做都顯著嘅，咁但係始終都連續個 PPI 係即係通縮啊跌咗咁耐咧，有冇得話再改善咧？呢個講緊上游噶嘛，工業生產嗰邊嘅價格噶嘛，嗰邊嘅改善係可以推動到內地經濟嘅喎。要改善咧，其實要個經濟改善先。咁但係經濟如果個都仲係咁疲軟嘅話咧，其實你想佢將佢由負變正咧，係有啲難度嘅。即係靠一項就咁銅嘅話咧，其實係好難將佢轉正。要將佢轉正咧，其實第一樣首先最重要咧就係即係起一啲建築物，因為建築物入邊咧，其實好多類別就跌入咗 PPI 嘅。譬如鋼鐵啦、水泥啦呢一類，玻璃啦呢一類。咁如果呢一個唔改善得到咧，其實都幾難。好咁啊！除咗呢個 CPI、PPI 嘅數字之外咧，大家主要都係諗啊，即係成個都係經濟嘅 cycle 嚟啦。點樣互相可以推動到個內需，就可以推動到個經濟咧？之前嗰2年咧，最主要內地都係用以舊換新嘅政策啦。無論叫你換車啊、換家電都好咧，
都有個補貼喺度。咁政府甚至係公布咗咧，呢期間帶動咗嘅一個消費品銷售額咧，係成39000億嘅人民幣，然後就惠及咗4億9千幾萬人次嘅。但係同一時間，呢2年嚟國統局公布嘅嗰個零售銷售數字咧，唔係話真係有啲咩改善啊！舊年11月個社會消費品嘅零售總額增速只係放緩到去得1.3%啫喎，而今年咧呢個以舊換新咧仲改咗個玩法。簡單啲講咧，其實補貼力度係細咗嘅，因為例如啲新能車咁樣啦，以前固定你買咩車都好，都補貼2萬蚊人民幣。但係今年開始咧，就係要用個車價嘅百分比嚟到計嘅，變相你有陣時買啲平嘅車咧，係攞唔足呢2萬蚊嘅人民幣嘅補貼嘅。咁所以如果之前嗰個金額惠及嘅人次都咁多，但係個數字上都好似唔係好推動到嘅話咧，如果依家仲要改咗個玩法，力度好似細咗，咁究竟個內需仲可以點樣推動到咧？其實嗰個政策嘅改變咧，我覺得啦就對於嗰個財政健康咧，係即係成個政府嘅財政健康咧，其實係即係有個保持住佢而家個健康狀態。因為再咁樣去補貼落去咧，其實都唔係辦法，一年年咁補貼。但係我同意你咁講嘅，就係新嗰個財政補貼咧，即係嗰個以舊換新補貼咧，係個力度係少咗，但係咧其實佢又多咗一啲其他嘅嘢，譬如一啲智能嘅嘢，佢就即係補貼得個範圍又多咗。咁所以有啲即係其實好明顯咧，就係佢由12種嘅補貼變咗6種補貼，咁6種就係大家電啦。咁另外嗰6種嘅小家電咧，其實跌咗入去咧嗰個智能家居嗰個補貼嗰度。咁如果你符合嗰6種符合智能家居嘅，譬如你有物聯網嘅，其實都算㗎啦。咁你都仍然可以受惠於嗰個補貼。個問題就係智能家居嘅補貼咧，就係地方政府唔係中央政府，係地方政府自己決定如何補嘅，如何貼嘅。咁所以就要睇地方政府受制於嗰個中央政府嗰個壓力有幾大啊。如果壓力大嘅話，佢哋係補貼多啲。咁所以今年咧嗰個補貼咧，其實嗰個浮動性咧都應該係會幾大嘅。即係可能係時大時細，時有時冇嘅，喺嗰個地方政府嗰個範疇入邊。咁呢一啲都對於嗰個零售銷售嗰個問題，即係個解決嘅力度，其實真係一般咯，我會話。好。至於即係仲有冇啲咩其他嘅方法咧？因為都即係除咗話以舊換新呢啲政策之外啦，最主要就係居民嘅消費意欲啦。佢哋其中一方面就係內地居民退休嘅保障。咁而如果農村嗰邊嘅養老金咧，參考翻睇翻，其實內地嗰邊嘅養老金唔同地方個水平其實都差異都大嘅。如果係啲城市嘅話咧，就可以係以千元計嘅一個養老金。咁如果係農村嘅話咧，就得個200幾蚊咧。好似對於如果農村，如果佢哋可以加大個養老金，係咪可以令到佢哋消費意欲高啲咧？但係要加大嘅話咧，就可能最直接係要靠中央政府去發債集資，然後泵啲錢入去養老金嗰個 pool 嗰度，咁先至可以加大到個保障金額㗎。咁樣係咪會唔會係一個新嘅方法諗得過？其實養老金嗰個詞咧，本身咧就係存在一個缺口嘅危機嘅啦。其實去到即係有好多嘅推測啦，其中一個即係最樂觀嘅推測就係去到2035年咯，即係養老金就呢個詞咧就用完，因為老化嘅人口會越嚟越多啊嘛，咁你要分攤出嚟就即係越嚟越薄咯咁樣。咁所以其實大家有個建議就係中央政府發債，將啲錢擺落養老金呢個詞。咁缺口究竟有幾多咧？世界銀行喺2024年5月咧就計過個缺口咧有9.15萬億人民幣。咁其實你話多，對於中國嚟講又唔係好多，即係 GDP 都100幾十萬億人民幣一年啦。咁所以其實呢個缺口係可以補到嘅。靠中央發債咧，就係已經係最平嘅一個方法嚟㗎啦。咁就泵啲錢入去，同埋咧，其實唔可以話點講咧？因為我哋嘅貧富懸殊差距仍然係好大嘅，即係你唔可以話係所有人都需要呢個養老金。譬如我哋淨係睇翻頭先 CPI 嗰個數據咧，
買金買銀嘅嗰個CPI 嘅升幅就多於10%嘅，其實係按年。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即係有啲人係即係有錢㗎啦。咁究竟呢個養老金係點樣樣去攤分？點樣樣去即係劃分邊啲人係享有，邊啲人係唔享有咧？我相信都喺呢個政策上面都需要諗一諗。好，仲有一個就係個內房啦，呢度就牽涉到個財富效應啊。因為即使內地話個 GDP 5%嘅增長，但係內地居民好似個荷包咁緊咧，就因為佢哋可能房價都已經跌咗好多啦。咁啊，國民3年間蒸發咗喺內房嗰邊啦，成200萬億元人民幣嘅財富咧，咁所以就搞到好似佢哋好冇個消費意欲啦。呢方面個財富效應有冇得搞咧？我相信其實已經搞緊㗎啦，不過咧就中央唔係好點講咧，唔係好宣傳，我覺得就係、即係有時我見到嘅賣地新聞咧、投地新聞咧，其實佢哋嗰個投出嚟個價咧都唔差，尤其是喺上海啊呢啲一線城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大家可以即係中央可以將呢個焦點變成一個樂觀情緒咯喺個市場入邊。咁但無可厚非啦，個存量真係好多啦。咁就大家即係你知啦，見到個樓市咁冧嘅時候，都冇人敢入市嘅。其實，除非你見到一啲樂觀情緒喺度咧，即係大家慢慢可以入市。反映到落去個股市嗰度咧，其實大摩有講話，啲投資者對於中國境內股市嘅情緒咧係顯著改善嘅。啲原因一嚟係人民幣強啦，流動性係充裕。咁踏入到今年咧，其實 A 股個成交咧又真係 keep 到喺2萬億嘅樓上嘅。市場亦都估咧，今年 MSCI 啲中國企業嘅盈利增長都最少1成嘅。仲有多個因素咧，就係今年內地啊，因為好低息，咁咧有成50萬億嘅一啲中長期嘅定存會到期，咁低息啦，佢哋呢一筆巨額資金仲係咪擺喺定存嗰度咧？定係個流向會唔會流入個股市嗰度？會唔會係一個好大嘅潛在催化劑？其實答咗你第一個問題先啦，即係 MSCI 或者係其他嘅中國股票嘅 ETF。其實係咪好受即係外國人青睞咧？越嚟越受外國人青睞嘅。咁但係唔係淨係中國。其實當一個國際投資者投錢落去一啲佢唔係太熟悉嘅地方咧，佢會即係有輪動啊，地方即係地區都有輪動嘅。我哋見到咧就係去年2025年啦，個輪動咧就由香港國內，其實跟住就輪動咗去南韓國嗰度。咁所以呢個輪動咧，我相信2026年會繼續啦。咁所以其實即係 A 股係有希望嘅，我哋港股都有希望。咁另外就係繼續你可以講。另外就係即係你話國內有好多定存咁樣樣，國內好多定存咧，其實即係做得定存嘅人咧，其實佢哋嘅風險係數都係偏低嘅，所以我相信就算轉出咧轉出定存咧，其實都係會有唔會話全部去晒國內嘅股票或者 ETF，都應該係有一部分去國內嘅股票 ETF，有一部分會去翻即係例如即係定存啊或者其他一啲貨幣基金啊咁樣。好，今朝早我哋都見到上證啊，都上到嚟4100啦，暫時最高就上到去4110點嘅。呢一次就同 Iris 傾咗咁多先，轉頭繼續 interview。